一到新年代，电工将气氛好，空气中都有嘅欢乐嘅气氛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Holiday。等下 Happy Holiday， 冇上唔知新年28係全國客家日係。唔過唔知一年啦，還算做得了解啦，因為有一正義行動後生，各位有目標了。大家主要嘅係佢喺2022年將改做新年28咧，係個一個改期哦，老表年出面有關係咯。天開正義行做得改喲，也係樣嘅咯。前年係紀念歷史表彰貢獻，下個係人哋會好好表了，係好好辦事嘅重要時間啦。嘅全國客家人嘅誕生，我盡都講咗幾下擺嘅辦我母語運動。1980年代，台灣沙皮運動風起雲湧，長期冇本人從事到嘅少數族群，仲下企出來咧。對一台下無數嘅朋友，亦係等於去複習下啦。一個運動對客家產生動態嘅衝擊。各大媒體老組織邊邊表表嘅走出來，更加喺2010年是泰神催生出嚟客家基本法。第本明確嘅寫到，政府應該當聽全國客家人。故所下邊啲農村展開調查，收集意見，之後用親民主公正嘅民調，選出最美嘅勝利者田傳義。田傳義係樣來咯，傳說古代中國嘅水神老火神壓到嘅。朝廷國愛打嘴鼓，結果見老天公滅吹隻空啦，我娘就夾夾來指引前線補田傳。故說客家人我啲人業用了，用50板來拜爺，叫下指引前線聽出5毛娘補田，將頭轉到全國客家人，冇想到啲日嘅好熱咧，大家竟然開始真難辦。原來對於北部嘅客家人來講，田傳義確實係當初一個傳統節日，我叫咗時間啲南部處，小寶嘛。根本就冇熟啦！要對嘅客莊甚至流傳一句話，全國客家田傳義，要對人生冇得了。但係人們見來見到，下邊啲決定傾下重新整理，再擺思考，全國客家人都係愛點樣人咯。2018年，客家基本法司法補充。一擺是認真做功課，還特別簽到嘅 reference， 參考812年著名三民初當天嘅全國3民嘅成功經驗，而選出年次台灣客家意識，大家行下有感覺嘅嘢嚟。後面仍然轉到嘅5年前有講到嘅1988年，也就係客家前輩行上街路第一個道義行貼擺俾自家發生嘅嘢嚟。這啲話啦講到呀，雖然客家係個大家當數嘅群體。我對田傳義一件事情就做對發現，無腔地方嘅客家係咧要當無腔嘅風景，按樣尊重一條無腔樣，係講能指出一隻新嘅腔式，全國客家人嘅改期做得係一隻當好嘅示範。同時，我哋未做得上看啊，一個民調多數人選出來嘅經驗面，啲客家族群之間實係有無腔嘅意義。今日面對一切啲嘅變化老重組嘅台灣沙比，我哋所攞嘅各種經驗面，大家係有感覺冇？你講做啲些音樂，做到台灣人共同嘅經驗面，結果係哪樣咯？嘿哈，有問題啊，就搞我朋友去加入 BW。客棧，哈哈哈！點，你走來了。